你以為你借錢唔還好威啊？如果係借嗰啲高利嘅網貸唔還嘅話，咁又係幾威下嘅。但係如果係借個人嘅錢唔還呢，咁你就要戴好頭盔啦，因為受人錢財，替人消災嘅。邊日出門唔覺意跌落屎坑呢？你唔使感到意外嘅，嗰個唔係意外，你只係幫人哋擋咗啲災難啫。況且你借錢唔還呢啲行徑呢，係屎嚟嘅，你係屬於屎坑嗰度。咁有冇得解救啊？有，你盡快還翻啲錢俾人哋咯嚇。就算你暫時冇錢還，你都要同你講清楚嚇，唔好一問你還錢呢，就跳落個屎坑度玩失蹤。人哋借錢俾你係幫你啊，甚至都唔收你利息。哇！呢啲貴人抵請食宵夜啦，送啲禮都好應該啦，係嘛？嗱，呢一隻茶呢就好適合送禮嘅，因為呢一隻係2006年嘅老班章原料，猛海嘅發酵師傅層層把關，科克70年代7572嘅傳統製茶技藝，出身顯貴，裏外一口料，金牙滿滿，湯色紅濃明亮，味道順口，甜香明顯，深受新老茶客喜愛。無論你係自己飲定係節假日攞去送禮，甚至係攞嚟收藏等升值都 OK 嘅。送呢隻茶俾債主，咁你出門咪唔使驚會跌落屎坑咯。關鍵係好抵啊！呢隻茶你出去買點都要幾嚿水一餅啦，但係今日99你可以帶走3餅啊！買一提價錢仲美麗，而且仲送多一餅俾你，到手8餅。之前你拆開任意一餅嚟試飲半餅，而且仲有7天無理由同埋運費險，你仲等咩啊？你跌落屎坑啊！